Essex Girls, Happy New Year and Royal from DSE。各位中學同學，新年快樂，開進步。另外一樣嘢係希望大家啦，趁呢段時間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讀嘅同學就嚟新年啦，雖然我知道咧，大家咧今年咧新年咧就冇得出去讀歷史啦，要喺屋企温書。咁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 DSE 度咧考取好嘅成績，萬事如意，自己想要幾多分咧就幾多分。我諗咧最重要咧就係唔係罰你哋點樣巡遊，唔係罰你哋留堂啦。今次就係最緊要攞到學業猛進嚇，個個咧考到好嘅成績。各位中六同學，希望咧你哋盡力啦，俾心機啦。我之前咧有啲同學講過啦，其實我哋嘅學生咧，只要你肯努力，只要肯盡自己能力咧，係冇乜嘢係做唔到嘅。希望你哋咧盡自己能力考好個試啦，加油！大家俾心機咧，最緊要 keep 住呢個身體健康咧，先可以接頭落去。係啊，繼續俾心機。喺新一年祝大家肥肥慢慢加肥好啦，好多啲運動啊！各位同學，萬事如意，恭喜恭喜！祝大家龍馬精神，祝各位同學學業猛進，記得新年假做齊功課，唔好翻嚟做功課。My girls, try your best, never give up, may your dream come true。各位中六嘅學生，努力啲啊，加油！勝利！各位中六嘅同學，你哋好啊！恭喜你哋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不過仲有一樣好重要，希望你哋馬年順利，馬到功成，DSE 有好好嘅佳績。大家身體健康，家庭屋企，心想事成，恭喜發財！